現場當選聲不斷，民進黨台南市東區市議員參選人陳金晶佇競選總部舉辦開幕大會。民進黨台南市長參選人陳廷輝初選時陣的對手前市議員蔡旺全、卓佩瑜，以及副議長林志典、市議員周家偉、陳怡貞，甚至參選中西北區的林建南、龍教場小廳，展現綠營地方政客力量。你嘛知影金晶其實嘛佇地方啦吼，經營真久的時間，但是今仔日是伊的競選服務處的正式成立，算是阮所有議員然後團隊的第一位啦吼，所以我相信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炮。陳金晶長期親近基層，以專業、健康、果斷的形象，親親得到鄉親信賴。頂一屆以183票之差違反落選，這屆搶佇咧黨內第一位，成立競選總部，不只是選舉期間的工作重點，更愛成為聽地方聲音的平台。這個是社會給金鐘的一個功課了，希望我能夠做得更多更好哈所以這一段期間裡面呢，金鐘做了很多的一個社會服務、法律安全的服務、醫療的服務也幫助很多的一個弱勢的艱苦的朋友。面對年底選戰，陳金晶也提出改善交通、強化治水、推動長照服務以及協助商圈發展等政策方向，將對市民實際需求來出發，爭取東區建設資源甲福利提升。台南新聞收派採訪報道。